灵珠一定歪曲了皇额娘的旨意。灵珠的胆子太大，竟敢私自对你用刑，朕一定不会饶过她的。皇上，其实皇上回来，应该先放下手中所有的事，去给太后娘娘请安。皇上也要帮小婉向太后娘娘谢恩，谢太后娘娘对小婉的救命之恩呐。小婉，你不怨恨皇额娘吗？要说一点都没怨恨，那是假的。可是太后娘娘是皇上的亲额娘啊，小婉不想怨恨太后娘娘。小婉，你真是让朕感动啊！朕的小婉不愧是冰雪聪明。朕一直在想，皇额娘她真的没有责打你的意思，只是场意外。所以朕希望你不要怨皇额娘，好吗？皇上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赶快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请安吧。只有皇上和太后娘娘和睦相处，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啊。英哥，我差一点就被打死了，差一点我就见不到你了。小扣子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他们再也不敢打你了。皇上那些女人，个个都是狠辣之辈，尤其那个兰贵妃，比毒蛇还毒。扣扣，皇上一定会惩治他们的，一定会的。朕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英哥，朕走了。皇额娘，刚才儿子听了奏报之后，一时心中烦闷，所以就没有及时到慈宁宫这里来给皇额娘请安。是小婉指出了儿子的过失，他还要儿子带他向皇额娘谢恩。这个董小婉还算颇有心胸。这件事情都是灵珠的过错，朕一定不会轻饶灵珠。若不是皇额娘您及时派金太医过去探视，估计小婉就死在他手里了。灵珠肯定有大过，索尔纳恐怕也要负些责任。额娘提醒皇帝一句，皇帝一定要好好听听他们的解释，别急着给予严厉的处罚。尤其是兰贵妃，还涉及到正亲王一家，皇帝要明断明审，妥善处置。皇额娘放心，儿子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儿子会秉公处理的。皇帝对额娘同意几位嫔妃去南苑的事，一定心存芥蒂。额娘承认，额娘对索尔纳和灵珠说过，如果董小婉自愿出宫的话，不妨让她留个信条给皇帝，妥善平息宫中的风波。额娘没想到灵珠竟然对董小婉动刑，额娘知道之后，立刻就令金太医去探视。皇额娘，这就是兰贵妃他们滥用您的旨意，行个人之私。皇额娘让小婉出宫的心情，儿子很能理解。儿子希望小婉经过这次折磨之后，皇额娘您能真心同意小婉留在宫中，儿子也一定会遵守与皇额娘的3条约定。好，好。额娘听说皇帝亲手射杀了一只猛虎，真是可喜可贺，同行的大臣们都钦佩不已。皇额娘，这林中的猛虎不足畏惧，倒是这朝中的一些大臣比猛虎更厉害。就拿如何惩治灵珠这件事情来说吧，都要皇额娘亲自嘱咐儿子，便可足见这朝中大臣
地猛虎更甚。灵珠，皇额娘并没有下旨让你到南院去动刑打人。跟朕说什么？你何来如此大的胆量，敢去刑罚朕最爱的女人？皇上，臣妾怎么会有那胆子？臣妾也没有那权利。即便臣妾有这权利，臣妾也不会对皇上所爱的人动刑啊。臣妾那是在替皇后娘娘办事。皇后娘娘有口谕传给臣妾，让臣妾一定要责打董小宛，让她知道宫中的厉害，自己离开皇宫。皇后娘娘的口谕是通过贤妃传的，而且整件事情都是皇后娘娘亲自安排和指挥的。皇上因为疼爱臣妾有加，皇后娘娘一直对臣妾心怀记恨。倘若这一次臣妾没有照着皇后娘娘的旨意去办，一旦皇后娘娘恢复了监表，臣妾一定会被置于死地的。索尔纳，她为何要这么做？你跟朕解释解释。皇后娘娘对皇上带董小宛入宫之事非常的愤怒，说皇上任性胡来。皇后娘娘还表示，要不是因为她被停了监表，她一定会亲自去解决董小宛的事，必将她赶出宫去。可是皇后娘娘已经被停了监表，所以只能让臣妾出面办妥此事。皇后娘娘还说了，皇额娘也支持这件事，也希望董小宛能够尽快出宫。她说皇上根本就不会责罚我们，最多也就是不了了之。朕不会责罚你们，朕只能不了了之。灵珠，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索尔纳就别想恢复他的中宫监表。若你假借旨意想要陷害皇后，你知道该当何罪？朕会将你打入冷宫，让你永无出头之日。皇上，倘若臣妾假借旨意陷害皇后娘娘，那臣妾也不用去冷宫给皇上添堵了。臣妾愿服毒酒自尽。好，你嘴硬，索尔纳的嘴更硬，朕倒要看看，你看他到底谁最硬？看一看，你跟索尔纳到底谁更该被打入冷宫，喝下这杯毒酒？英格，奴才在。你现在去把索尔纳和贤妃给朕叫来，朕要让他们当面对质。住！等等，把刘光才也带来。刘光才熟悉后宫的情形，沈爱也有经验。朕要先分别审问他们，然后再让他们当面对质。住！平儿，本宫叮嘱寿，可不可以让臣妾坐坐？你也知道，跪着不舒服。你也知道，坐着才舒服啊。你在南院让小婉站了如此之久，你下令毒打小婉和扣扣的时候，还有在已受伤的小婉身上泼上一桶冰水的时候，你可有想过他们难不难受啊？皇上，臣妾已经说了，臣妾只是遵照皇后娘娘的旨意办事。皇后娘娘说，一定要赶在皇上回宫以前，把董小宛逐出宫去。就算索尔纳对你有口谕，你不会不答应他们？有朕在，他能把你怎么样？你就是仗着你娘家的权势，才敢在这儿如此张狂骄横吧？皇上，臣妾哪里有仰仗娘家权势啊？要说娘家，臣妾是吃了娘家的亏才对呀。
皇上不喜欢臣妾的堂兄简亲王，朝廷上下人人皆知。皇上喜欢臣妾，无非是喜欢臣妾的一点点才情，跟臣妾有话可说。倘若臣妾的额娘不是郑王爷的妹妹，没准皇上还会更疼爱臣妾一些。臣妾好冤枉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朕刚才说你仰仗娘家的权势，并非实情。朕之前很喜欢你，那是因为你确实比其他的嫔妃更聪慧、更有才情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令朕吃惊，令朕心痛。皇上，臣妾跪得实在难受，而且臣妾还有极其重要的话要对皇上讲，可不可以让臣妾坐下说呀？这个朕想听听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今晚必定会连夜审问皇后娘娘，还有兰贵妃等人。这后宫必定紧张热闹之极。我看这皇后娘娘的凤位，怕是保不住了。皇后娘娘被废，主子的妃位没准能升一个呢。这个先不想那么多，慢慢来吧。一进宫便出这么大的事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若是兰贵妃也能受到点什么惩罚，那倒是挺让人舒心的。对了，主子在慈宁宫挨了太后娘娘的训，似乎并不害怕。本宫不怕呀，本宫有皇上撑腰。再说皇额娘也觉得我没心没肺的，虽然是训了几句，但是她还是很疼我。云儿，你现在就去派人备轿，我现在就去看董小宛。啊，主子真的要去看董小宛？你想好了吗？太后娘娘她会……云儿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啊？本宫这次也是豁出去了。索尔纳被停监表，你不知道，他还有什么权利指使你去打人？你不要把一切都推给索尔纳，朕凭什么就相信你说的？皇上一定要相信臣妾，倘若臣妾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皇上一旦恢复了皇后娘娘的中宫监表，我们会看到皇后娘娘会更猖狂，恐怕会做出更出格的事。所以臣妾决定，冒着惹怒皇上的危险，还是要将皇后娘娘揭露出来，让她的险恶用心无法实现。皇后娘娘的险恶用心，你这话好重啊！索尔纳急于恢复监表的心情，朕是可以理解的。你快告诉朕，索尔纳究竟有什么险恶用心？皇后唆使威逼臣妾，让臣妾出面责打董小宛，目的是为了让皇上将臣妾打入冷宫，置于死地。这个索尔纳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母仪天下，哼，简直就是笑话。皇上，臣妾本来也不希望去责打那董小宛，是迫于无奈才有此举。委屈了小婉姑娘，臣妾愿意受皇上任何责罚。你的解释听起来颇有道理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索尔纳就别想恢复他的中宫监表。不过，朕希望你能够说真话，不然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皇上，臣妾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对没有丝毫的欺瞒哄骗。这次臣妾去南苑教训董小宛，也是为了与董小宛演一场苦肉计。臣妾有另一个目的，是为了让皇上心爱的女人可以留在宫中，与皇上永远的相爱相守。灵珠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朕不相信你说的话。
你必须跟朕解释清楚，到底何为苦肉之计。妹妹怎么又来看姐姐了？姐姐，妹妹是怕你担心妹妹受罚的事情，所以特地来让姐姐看看。如今，皇上正在审问加害姐姐的人，妹妹也想同姐姐一同高兴高兴。看妹妹这脸上是伤得不轻啊！太后娘娘一定是怒发天威，责罚妹妹了吧？皇额娘，她的确是怒发天威，令妹妹自己打了好几个耳光。皇额娘还说，以后都不让妹妹再和姐姐来往了。既然太后娘娘下了这样的旨意，那妹妹何必要冒犯天威来看姐姐？妹妹快回去吧，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惹祸上身了。姐姐，妹妹昨天晚上想了一宿，妹妹决定在这个时候要和皇上还有姐姐同心同德。姐姐，你说你这么好的人，妹妹若是不亲近你，那我还要亲近谁呢？妹妹相信，总有一日，皇额娘她一定会接纳姐姐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皇额娘也一定会原谅妹妹了。灵竹，若你真是这么想，朕平日里就没白疼你。照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这次遵从索尔纳的旨意责打董小婉，意在激起小婉的反抗之心，坚定地留在皇宫里。你的苦肉之计是这个意思吗？不过臣妾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在暗中进行，臣妾内心中这些真实的小心思，切不可让皇额娘知道，否则臣妾在皇额娘那里又得挨训难做人了。好，说得好，兰贵妃，你果然聪慧。你能有如此大的胸怀，朕真是倍感欣慰。皇上，臣妾还有一句话要对皇上说：想留下小婉，最重要还要看皇额娘。董小婉这次的皮肉之苦，皇额娘也会歉疚，这对皇上留下小婉也有好处。这也是你的苦肉计之一吗？灵珠，你的确是聪慧。参见皇上。兰贵妃对朕说的情况，朕认为大有道理，因此呢，朕决定对兰贵妃的审讯到此结束。英格尔，你现在就送兰贵妃到旁边的房间休息吧。这，臣妾告退。贤妃不必紧张，只需要说出事情经过。整件事情，本宫已经对皇上说得清清楚楚。贵妃娘娘现在不宜说话。殷统领，本宫在南岳才知道，这董主子的侍女对你有情。本宫在这里向殷统领说声抱歉了。贵妃娘娘别说话了，走吧。
日兰贵妃让臣妾去坤宁宫找皇后娘娘讨她的手谕或口谕，臣妾便去了坤宁宫参见皇后娘娘。可是皇后娘娘告诉臣妾，她被皇上停了中宫监表，不便给臣妾手谕，于是便传了口谕给臣妾。她说，她同意将董小宛赶出宫去。臣妾便将这个口谕带到了南苑，传给了兰贵妃。臣妾在此期间没有再见过其他人。兰贵妃这次真的是冤枉了。皇上，这便是那日臣妾去坤宁宫讨皇后娘娘口谕的全部过程。若有半句不实之词，臣妾甘愿受任何责罚。贤妃啊，朕相信你说的，下去吧。谢皇上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把皇后给我带上来。这。扣扣这伤还没好吧？姐姐，你怎么不让扣扣坐下来啊？扣扣身子好，恢复得快，可以站了。她还特意跟我说，静妃娘娘来了，她要站着守点规矩。谢谢静妃娘娘关心。扣扣要是站累了，自己会坐的。那日，到底是谁那么胆大包天，竟敢这样加害姐姐？今天晚上，皇上必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加害姐姐的人必须受到惩罚。原来我在书中读到过宫里种种争斗之事，当时我还不太相信。可进了宫才知道，这书上所写的，只不过是一些皮毛。这宫里真不是姐姐该待的地方。不瞒妹妹说，那日姐姐还真想趁机逃出宫去。姐姐，皇上这么深爱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再有出宫的想法了。妹妹放心，姐姐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了。兰贵妃娘娘说，那日是皇后娘娘传的口谕，才让兰贵妃娘娘责罚姐姐的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皇上他一定会废黜皇后，还姐姐一个公道。倘若兰贵妃娘娘是假借皇后口谕来加害姐姐，那她必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。总之呢，这加害姐姐的人必须要受到严惩。可是皇上竟然为了这种事废后，这事情也太大了，该怎么办才好？皇上怎能相信兰贵妃和贤妃的话？兰贵妃和贤妃在后宫早已结为金兰，兰贵妃更是想借此次机会精心布局，是想让皇上迁怒于臣妾，让臣妾不可恢复中宫监表。贤妃跟朕说，是你说，必须要在朕回宫之前把小婉赶出去，必须让小婉知道宫中的厉害，她才会出宫。因此，你便口谕兰贵妃，让她去责打小婉，对吧？贤妃是受了兰贵妃指使来诬陷臣妾，臣妾请皇上想想，臣妾尚未恢复中宫监表，并无权利处置董小婉。以臣妾如今的状况，敢这样做吗？若臣妾真的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故意激怒皇上，自取灭亡吗？索尔纳，这个贤妃也跟朕解释过，她说你是因为小婉尚无名分，你这个停了监表的皇后一样可以惩治她。索尔纳，你别以为朕不知道，其实你就是想借此机会除掉你最痛恨的，也是对你最有威胁的兰贵妃。朕可有说错？皇上不要受兰贵妃蒙骗啊！兰贵妃就是想借此机会设计陷害臣妾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若皇上非要把这个可怕的罪名强加给臣妾，那臣妾只好到皇额娘那里去喊冤了。朕告诉你，你别动不动就把皇额娘搬出来，朕不怕，朕不吃这套。朕告诉你，这件事情
朕一定会查明真相。有关人等，一个都跑不掉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对了，皇上，臣妾方才想到，臣妾的贴身侍女平儿当时也在场，皇上可以问问平儿当时是何情形。平儿也在场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臣妾压根儿也没想到，灵珠胆大包天，竟敢诬陷臣妾，也没想到找人证的问题。臣妾方才突然想到，平儿当时也在场。皇上，有人证就好办，这是皇上亲审的案子，谅那个平儿也不敢说假话。万岁爷，奴才审问宫中的奴婢是很有一套的，把平儿交给奴才去审问，您看可好？好啊，刘光才，那你就好好的替朕审审平儿。奴才领旨。英哥，奴才在，你可以把皇后先带下去了。奴才遵旨。平儿，坐吧。奴婢不敢。平儿，这件事情极为重大，你的证词也极为重要。告诉公公，当时娴妃娘娘到坤宁宫，是否提及过跟皇后娘娘要手谕或口谕之事？娴妃娘娘提及过，娴妃娘娘说董主子很强硬，兰贵妃娘娘请她来要个手谕或者口谕，以便教训董主子。那皇后娘娘是怎么说的？皇后娘娘是否答应给娴妃娘娘和兰贵妃娘娘口谕或是手谕？并未同意。皇后娘娘断然拒绝了娴妃娘娘的请求。皇后娘娘说，她已被皇上停了中宫监表，她无权立下手谕或者口谕。娴妃娘娘便立刻走了。平儿，你并没有跟公公说实话呀。公公，奴婢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平儿，这是万岁爷亲审的案子，其万钧的分量你当清楚。你若说了实话，可以保住你的性命，也可保你20几口家人的性命和平安。刘公公啊，刘公公，你可要审出真话呀！你要审出真话，往后本宫一定对你和颜悦色，尊重有加。平儿，本宫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可不要乱作证啊！你可不要陷害本宫啊！公公，我是宫里人，为何要同我的家人牵连上呢？你可真幼稚啊！你未曾听公公刚才说吗？这是万岁爷亲审的案子，欺君之罪，那可是要株连9族的。公公，你不可逼奴婢说假话，奴婢怎能说假话做假证，害皇后娘娘呢？哼，平儿，公公是领了皇上的圣旨来审你的，你别指望着皇后娘娘能保你，你也别指望着皇后娘娘将来能给你个答应或常在什么的。你要是说实话，公公可以保你的安全，皇后娘娘就不能惩治你，因为皇后娘娘已经完蛋了。娘娘，请在此稍候。平儿，
公公知道你是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女，公公也知道你在皇后娘娘那里受了多少屈辱，甚至挨了多少打。莫非你要跟着一个失了势的皇后，继续过着那种提心吊胆、恐惧万分的日子吗？公公，你不可逼奴婢。别喊！这是御书房，你找死呢！平儿，平儿，娘娘现在不能说话。娘娘若再说话，将会受到皇上的惩处。娘娘，请。平儿，现在谁也保不了你，只有你自己的实话能够保住你的性命。平儿，别以为什么都不说我们就不知道。很疼，是吧？你要不说实话，你就会更疼、更痛苦。本公公还要把你关入慎刑司，严刑伺候，还要派人抓你的家人。你要想说实话，你就点个头；你要是不想说实话，那公公继续陪你玩。公公，你写的可都是真的？公公，奴婢写的全是实话，如有虚假，愿以死抵罪。奴婢请公公善待奴婢和奴婢的家人，但若贤妃娘娘另有说辞，那奴婢便真是百口莫辩了。平儿，你是不是还有最后的真话没有说？是不是？公公，奴婢已将实情都告诉公公了，哪还有什么隐情呢？你的供词与贤妃娘娘的竟然一字不差，那将会让皇后娘娘彻底完蛋。我说的对吗？公公这样说，是要将奴婢置于死地。公公如若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贤妃娘娘，奴婢绝未同贤妃娘娘接触过。公公是为皇上办差的人，是想把事情办得圆满。既然平儿都说了实情，公公也就都不再问了。英格尔，英格尔，平儿招了，快跟我去禀报万岁爷！好，快！
皇后娘娘想必现在心情十分紧张吧？没错，本宫如今的确十分紧张。不过想必兰贵妃此时此刻，应该要比本宫紧张10倍吧？万岁爷，这是平儿的口供，请万岁爷过目。与贤妃所述一字不差。索尔娜，她竟敢擅自传口谕，伤害朕最爱的女人，还进而借机构陷后宫妃嫔，真是胆大妄为，丧心病狂，多不舍心！皇上，奴才本以为是兰贵妃所为，没想到竟是皇后娘娘所为。英儿，朕知道，你一直想为寇寇报仇，但这件事情真正的祸首是索尔纳，兰贵妃是假意在配合索尔纳，她是想让索尔纳露出原形。这件事，以后朕再跟你详说。万岁爷，奴才要不要把皇后娘娘、兰贵妃娘娘、贤妃娘娘一同传来，当面对质？不必了。平儿书写的这份供词已经是铁证无删了。平儿，平儿，平儿，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平儿，平儿自尽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万岁爷，都怪奴才粗心，没想到平儿会自尽。刘光彩，朕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朕只是觉得震惊。平儿，她只是一个证人，为何就自尽了呢？万岁爷，依奴才看，平儿知道事情过于重大，说出实话，难逃一死啊。平儿又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侍女，她觉得出卖了主子，她内心感到内疚啊。平儿其实不用死的，她是无辜的。万岁爷，这是平儿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她这样做是想保护她的家人。请善待奴婢的家人。